F&B 餐飲部門設置。第一部分新增餐飲部門，當餐飲商品分別由不同嘅人員製作，需要分開打印單據嘅時候，就需要設置部門。比如分為中餐同西餐部門嘅時候，打開 CMS 點擊商品，點擊商品相關設定，點擊部門頁籤，點擊新增按鈕，新增一個部門，輸入新增部門嘅名稱，點擊右上角嘅儲存，在部門頁籤中點擊部門右邊嘅查看按鈕，可以重新編輯部門嘅名稱。第二部分刪除部門，打開 CMS 點擊商品，點擊商品相關設定，點擊部門頁籤，揾到想要刪除嘅分類，點擊右邊嘅刪除按鈕，即可刪除分類。